秘鲁的警方伫当地抓到一个台湾的诈骗集团，逮捕6个台湾人甲2个秘鲁人。诈骗集团甲43个马来西亚人，搁有1个台湾人关伫厝内，强迫因敲电话诈骗。那详细诈骗金额搁有犯罪过程，要搁咧调查。未付穿衫，露出较只偏大面积的彩色赤图，这位台湾来诈骗集团成员，全部被秘鲁警方破门抓到。在首都利马的合法主体当中，除了诈骗集团成员以外，也有43个马来西亚人甲1个台湾人，因是被逼踮伫这所在，敲诈骗电话来骗钱。总算得到自由，受害者忍袂住拢松一口气。诈骗集团顶个月透过社群网站，给予立马交场真火工作机会，吸引因到遮，佮提早个人护照，拘禁因做诈骗，因干能伫暗时工作，逐工也干能食一顿。Estamos solicitando 7 días, que es el máximo que nos da lo que es el Código Procesal Penal, atendiendo, ¿no?, que se va a realizar un número de diligencias, señora magistrada, más aún teniendo en cuenta que son 42 agraviados que se tiene que tomar la declaración. 好佳在有2个查某囡仔到处报警，才互诈骗集团逼坑，警方超出1万外块的美金，数十支手机啊，还有金融卡。秘鲁法官下令对6个台湾人甲2个秘鲁的人，羁押7天，受害者是会被遣返。在秘鲁也有数百个马来西亚人，互共款真火工作机会吸引，最后才发现是一场骗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